即摆已经毋是垃圾食、垃圾肥的一个时代咯。来看这高雄鼓山有一间开24点钟的肉粽店，初六半暝的时阵，有人去翕到讲，这鸟鼠呢，伫因店内面安尼扫来扫去。卫生局今仔日派人去稽查，虽然是无看到鸟鼠，不过员工也承认讲，这影片内面翕到的拢是事实。另外，卫生局也发现到这现场有几多项的欠点，现场采罚，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。一只鸟鼠走来倒开粪扫桶边啊，顺来顺去，哪像在找食的。边仔道顶拢是坑肉粽店的碗碟盘甲酱料。这款卫生状况，互来买物件的人客看到拢无胃口去。民众将这画面放去网络顶，互人翕到的店家是伫高雄鼓山这间50年的肉粽店。有民众认为真太高，不过店头是伫咧大路边，有鸟鼠无奇怪。觉得蛮恶心的、蛮脏乱的啦。但是因为在街边呐，就是可能像菜市场一样。然后会有老鼠跑出来的话，就看店家怎么处理啦。因为有些店家可能还是会积极去赶老鼠走啊。卫生局接到通报，随派人去稽查，现场是无看到鸟鼠，不过员工有承认影片的内容是事实。另外有发现店家无委托合格业者来做消毒，冰箱实在无看过，粪扫桶无看挂，等等几多项欠点。员工讲，因为因的店是开放式的，伫大路边做食的难免会有鸟鼠，因会赶紧来改善。可能说你马上来，我们就马上去做什么那个啦，因为这个也有班制的嘛，也是要较空档一点，明天就会来那个了。现场辅导业者应设有防止病媒入侵设施，并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8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，裁罚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。卫生局是当场先罚款，嘛要求业者做改善。到时若是无过关，就会依法罚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